神主享受逐样的平安伫阮的身上。主，阮所以感谢伫做面讲，因为邀我上帝同在，主也听伫阮的身上。我们在主，愿一切颂赞得乐，拢归你。主，愿阮伫你面前，安尼来得到你家己的欢喜。互阮的心有讲，你是我的上帝，我的好处拢伫你的内面。所以，阮要从颂赞而乐荣光归互你，因为你的信息到伫永远，绝对会听伫阮的身上。主，阮所以将颂赞而乐来归你，你要继续。天父上帝，你会听，甲阮同在，感谢主，因为阮伫一礼拜的开始，神圣的主日会通来到伫上帝你的殿中，主，阮为着这来感谢，因为你的信息一直拢伫地。主，阮也要特别感谢你，你有四季照时运转，所以春夏秋冬，伊一直存在的时阵，上帝你对阮证明你的听，伫阮艰难的时刻。保护阮，伫阮欢喜的时刻引带阮，互阮会通伫主你的内面，经过关山溪岭，经过山顶山谷，上帝你的听一直拢甲阮同在。主，阮特别要感谢你，享受阮美好的亲情友谊，伫上帝你所赐予的日子，互阮伫地面上有人陪伴阮，互阮也会通诚侪人的祝福，并且伫上帝你的听内面。阮知影有一日，阮的确会通相甲阮所有亲爱上帝你的后生查某囝，同齐聚集伫你的面前。你让阮伫地面上大声谈到这款上帝听痛的恩典甲滋味。阮感谢主你一切丰盛。主，阮仰望你，虽然伫新的一年阮毋知影拄到什么款的代志，但阮知影你管理明仔载。阮甲阮的代志交托伫你的手中，照你的应允所讲，主你甲阮同在，因为你亲自竞选阮、路用阮，并且照你家己美好的旨意，互阮会通活出上帝国的尊荣、丰盛、力量甲权柄。愿颂赞而乐荣光归予你，愿你的百姓。对你得到美好的恩赐，直到见主的日子，对主得到称赞。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主的恩典下面的时间，咱来请保安娘来报告。保安娘，平安。平安。进前，我来做消息的报告。第2月7号，就是后礼拜日主日崇拜，南门圣教会杨惠新宣教师将伫日本会为着要去到东南亚花cầu地区宣教的事奉募款，敬请兄弟姊妹一同来关心、奉献支持。第2月7号，就是后礼拜日。下午1点，将伫教会3楼要来召开2月份的职事会结修宪的这个委员会，请职事同工注意着时间出席会议。第3，2月13至22，业务处要甲邱玉杰牧师要前往着这个缅甸要来培训，敬请兄弟姊妹为着事奉的行程代祷。守望第4。
7月16至18，拜3至拜5，南部教区儿童夏令营开始要招募到这个单工，服侍内容甲招募的人数，后伫刊登伫这个公报栏，邀请有意参加这个营会服侍兄弟一齐来加入，请向孟村传道来报名。还有补充报告，我这是要请敬拜儿乐团。这位来宾安，跟咱线上的弟兄姐妹，咱都给大家请安，欢欢喜喜过新年。今仔日过了，明仔就爱上班咯。欢欢喜喜歇困了，会当个重新伫来开力。无论是伫怎样的情形，这个咱的上帝保守咱，对年头到年尾，互这个地当顶顶的困难，拢会当得到排解。咱着对伊来献唱咱的感谢，唱出感谢对咱的心内面。咱着人心学了只关注上帝，咱着活好好回来调起主的面，伊是掌管有着的。感谢，咱着吟诗伫圣殿来学落伊，伊是咱的主小，请咱起立做伙来吟。咱着当心学了只关注上帝，伊是掌管你我生命万命的主宰。我头好转来调起主的面，伊是掌管有着的。继续来吟，咱着当心主上帝，伊用慈悲宽待世间，咱唱出感谢。咱着吟诗伫圣殿来学落伊，伊是咱的主上帝。咱要来准备祈祷，来献上咱满满的感谢。无论你因怎错来到人间，我
继续要唱你提出感谢。咱着当心学了一贯主上帝，伊用掌管的我心万民的主宰。咱着活头转来调基主的面，伊是掌管宇宙，我相信。我的主，我的主，咱的君王，咱的跪拜伊。我的主，咱的君王，你的款式一大无比。嘿，咱着当心了一贯主上帝，利用慈悲宽宏世间，咱唱出感谢。咱着因是伊伫圣殿来学乐伊，伊是咱的主上帝。我的主，咱的君王，全地拢着跪拜伊。我的主，我的主，咱的君王。嘿，咱着当心学了一贯主上帝，利用慈悲宽宏世间，咱唱出感谢。咱着因是伊伫圣殿来学乐伊，伊是咱的主上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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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神啊，谢谢你听见阮对你的感谢，对你唱出的歌，愿你来听，因为靠着耶和华是阮力量的来源。耶和华上帝，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山寨，我要听你，搁较深。来讲，你是我的保护，我的款待，你是我的拯救，我的盾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听你，我听耶和华，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听你，我听你，耶和华。我会当听是因为你先听我，我会当听是因为你先听了我。细声吟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听你，我听你，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听你，我听你，你是我的。
上帝讲，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听你。咱尽力量来听上帝，主拢知，你是我的保护，我的管带，你是我的拯救。我的力量啊，我听你，我听。咱真要在主的面前，两两手一丢在听谈。我们能够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能够生出那个爱，都是从神来，因神就是爱，因爱从神来。哦，神啊，从你的听谈，你在一摆灌压在你的敬拜神当中。有时阵，阮的父亲伤过严厉，阮毋知影上帝听是甚物。阮拢是尽家己的气力要做好，无违背上帝。但是上帝讲，无论你是甚物款的人，上帝听谈永远拢无改变。哈利路亚！只要咱持守迄个愿意一直跟随的心，愿意要变成上帝所喜爱的人，上帝拢要会咱。耶和华，耶和华，我的力量啊！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听你，我听你，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听你，我听你，你是我的保护。我的管带，你是我的拯救，我的盾牌妹，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你，我听你，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听你，我听你。阿门。上帝永远伊是信实的，永无改变。伊要咱做咱永远的接盘，伊要永远祝福力互咱，伊要永远做咱的朋友。耶稣基督要来做伴。甲咱三角行，永远拢无孤单。主耶稣，因带阮的脚步，亲像着照人生的路途。无论雨有偌大，无论雨有偌寒，阮一生决心要对伊行。伊的听永远伫心肝内，有耶稣的人心内会知。无论人安怎看，阮的心要变歌，靠耶稣，咱生活着开活。咱的心变着行，基督耶稣来做伴，有困难嘛勇嘛会知影。咱的心变着行，基督耶稣来做伴，为唱出感恩的歌声。主耶稣，因带阮的脚步，亲像着照人生的路途。无论雨有偌大，无论雨有偌寒，阮一生决心要对伊行。
阮藏伫心肝内，有耶稣的人心内会知。无论人安怎看，阮的心要变歌，靠耶稣，咱生活就快活。咱甲咱的家兄，拢来甲上帝讲，耶稣拢知影，请开嘴，一声来祈祷，交托咱的担当，透放咱的捆绑。哈利路亚！亲爱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听从，阮的心无条件，因为你永远要甲阮要来知影，耶和华是我的上帝，主，我要感谢是我的主，所以你要将迄个安息的困难享受落来，要关爱我的心。迄个灵，喜乐的灵要充满我，我有困难，因为你讲，阮的耶和华所赐的喜乐，就是阮的力量啦。感谢上帝，我是社会随时随地的三角陪伴，将担当交予你。谢谢你教我同行，我也愿意对你的脚步继续来行。感谢上帝，就温对待咱每一个，哈利路亚。祝你的信息直到万世代，河顶大的稳定。虽然伫世间有苦难，但是祝你永远，你一直甲阮同在。你的同在就是阮的力量，你的同在就是阮的活命，你的同在就是阮喜乐的源头。所以我要感谢你。艰难苦难是10000年久啊！阮人生内底大部分拢是欢喜快乐，因为有上帝你的同在。祝福阮定定主神你同在的喜乐甲平安，照你的应允所讲。伫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伫你正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主啊，互阮的心，毋是看到遐个困难，
互阮的眼目是主神伫上帝你的同在、你的帮助，你永远会听痛。所以主，互阮的心伫你的内面恬静安息，互阮伫你的面前领受属天的权柄、智慧、能力。当阮面对这个世代的时阵，阮的灵是有力量的。就是当初你借着保罗按手伫提摩太的身上所对伊讲的祝福，讲我早日所按手伫你的身上，遐温顺，你爱搁再一届，互伊亲像火挑旺起来。主啊，互阮灵里内底的力量，也搁再一届安尼强盛起来。感谢主，新的一年，上帝你荣耀的恩典，要加倍伫阮的身上。主，互阮跟对你，牵调你，互阮紧紧对你来行。主，阮特要照你所应允的。若有人听你，这个人是你所知影的，听你的大德力量，听你的无底高见效，听你的要举起头来，赢过四围的仇敌，通互人知影，伊的上帝甲伊同在。伊就有10分的平安，伊所需要一切就拢满满得到。伫主的内面，所有一切应允的丰盛、强盛、甲德性，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感谢，阿门。同齐用主教是咱的祈祷，咱同齐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伫正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日子今仔日赏赐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接续咱来教读考英文。我客兄这来用，和三角来。耶和华的律法全备，会当精英人的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会互戆人有智慧。耶和华的教是正直，会劝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气，会明亮人的目睭。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阿门。拢比金仔通旋无，并且比极济的金针通旋无。比蜜甘甜，搁比芳芳滴落来的蜜甘甜。并且你的仆人因为安尼受到警戒，守着这个就有大赏赐。一句会当知影家己的错心呢。愿你赦免我允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拿早仆人无犯任意难闪行的代志的罪，无容允这个罪辖制我，我就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内的意念，伫你面前蒙恩纳。阿门。下面时间，请台湾苏敬德。咱请献归周报第4面。咱三甲做伙来读本周主要的经文，有3段，咱三甲做伙同齐来读，请。至愿的上帝，甲敌人交伫你的手内面是应当称颂的。阿必然就甲所得的提出1/10来，互袂记洗得。
以色列的长老拢聚集来到念仔见撒母耳，对伊讲：你年纪老迈了，你的囝无行你的道，即时求你为阮立一个王伫你院，亲像列国共款。撒母耳无欢喜，因讲立一个王伫你院，伊就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讲：百姓按你所讲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因毋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无爱我做因的王，就将我带因出埃及到如今，因常常离弃我，侍奉别个上帝。即是因对你所行的，是照因所行的。对安尼，你着爱依从因的话，只是着警戒因，甲因讲，将来迄个王会怎样管辖因。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拢传互因，甲百姓讲，管辖恁的王要安尼行，伊要派恁的囝为伊赶车。对马奔走伫车前，佮派因做千夫长、50夫长，为伊经做田地、收割庄稼，拍做军器甲车顶的器械，要处理的瑞为伊制作香膏、做饭烘饼，也要处理上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予伊的神仆，恁的粮食甲葡萄园所出的，伊要摕1/10，予伊的太监甲神仆，又搁要处恁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甲恁的儿仔，供伊车业。恁的羊群，伊要摕1/10，恁也要做伊的仆人。迄时，恁要因为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无应允恁。百姓竟毋倾听撒母耳的话，讲无，阮的确要爱一个王伫你院，互阮亲像列国共款，有王伫你院，统领阮，为阮征战。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定明伫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对撒母耳讲：你只管依从因的话，为因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讲：恁各归各城去吧。所以兄弟啊，我用上帝慈悲劝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欢喜的。恁安尼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阿免。搁再一届，咱同齐来祈祷。亲爱主上帝，你亲自赐阮甲阮同在，保守引带阮。伫这个早起时，阮搁再一届来到你的殿中。亲爱主耶稣，恳求，因为你的救恩洁净阮的灵魂体。特别，互阮的灵开阔，着圣灵来开启。圣灵恳求你加添阮的心神开力，通互阮伫这个时阵，因为你的话正圣，假是传讲的人的喙舌，互传讲的人受教，通含兄弟姊妹同齐对主你领受话语真理的力量。就互主你所应允的，将阮洗清去，高举阮，互阮活伫你的面前，诚做你的欢喜。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感谢主的恩典啊！过年的时阵，我毋知影你收到偌济红包没有哇呢。好来，等下来甲牧师领哈，来收到红包是真欢喜的代志。迄个红包表示了真济的关系。所以咱伫活命内底，其实咱会注意到，有的时阵咱会看到讲送礼物，有的时阵红包无一定是一个红包落啊，亲像见机兄人伊安尼今年过年偌欢喜咧，安尼
欢喜甲呢，因为因查某囝吼，甲伊定一个所在吼，去垦丁吼下桥啊，创到甲刷脸书拢总是伊的相片，你敢若系啊，吼安尼变红人，你啊网红诶。所以有诶时阵，咱甲遮个钱用伫啥物所在，也是有一个行动，听诶行动，爱诶行动。咱诶画面内底会带出真无共款诶祝福，并且迄个生活会变做非常诶精彩。虽然钱毋是万能，但是无钱嘛万万不能。有个人讲，钱毋是问题，问题是无钱。所以真侪代志其实拢会对着咱产生真侪影响。圣经嘛真清楚，嘛真肯定讲，钱会当互人凡事拢非常的用心。啥物有这个非常的用心呢？就你要做啥物代志吼，就拢真方便、真舒适。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无的确是安尼。圣经对着咱讲，你敢爱敢若定睛伫咱怎样来趁钱？你敢若斟酌即项代志吗？圣经讲，你检是安尼呢？你爱斟酌钱财安怎？伊会生时啦哦，亲像蜡叶往天飞去。毋是干那美金会飞去尔，新台票嘛会飞去。如果咱若会当看到的时阵，也是咱抑阁有记忆。咱顶礼拜的时阵吼，伫咱即个富城路即个所在遮尔，敢毋是有一个查某囡仔吼，就是食迄个感冒药敢若食感冒药尔，人怎戆神去嘛？戆神去的时阵，弄到迄变电箱，变电箱甲车怎爆炸，怎烧过4间厝。我毋知影遐个人遐个厝头家也是即个店的头家，毋知因遐个厝是租的还是家己下。但是这个查某囡仔，伊食一个爱困药伊嘛无望的安尼总是一万年久内底，咱看伊因为安尼4间厝烧去，后盖伊无论安怎样，上无伊的车嘛是害去，人个受伤等等。圣经讲啥？钱财会生时亲像老鹰往天飞去。所以咱毋知影啥物时阵钱会无去。圣经嘛，甲咱提醒讲，既若是干那专心贪恋即个财物所行的路拢是安尼。古早人讲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所讲的就是安尼。对咱同齐做来想，钱对咱确是遮尔重要，但是咱要怎样正确来使用钱？金钱的分享其实见证着某一种关系的存在。咱若伫看遮的时阵，这个相片你看这个谁那这两个妇人人，还是这两个小姐伫个所在冤家相拍呢？讲这了，这这个是正宫这个是这个翁婿，这个太太这个是小三听甲财产要分的时阵，冤家路坐的时阵就相拍嘛所以人会为钱所以通过这看迄个关系。但是你看这个，就是过年的时阵这应该是阿公阿嬷摕一个红包因的孙仔嘛所以迄个关系存在伫遐。若另外一部分来讲的时阵，因的关系存在，就是一个家庭，我半时间来陪伴你，还是非常的欢喜。所以分享，伊就是见证某一种关系的存在。阮若无输呢，阮算拢足欠的人。了，阮有一台烤面包机，细细台迄款的烤面包机。烤面包机伊用几啊年过一年即马甲存过的时阵伊毋是有定时器对毋？毋着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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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分钟了后时，伊就叮就是表示迄个物件已经烘好嘛。几年来的时阵伊怎无爱去叮啦，嘛袂倒退啦算甲阮病老啦结果的时阵转，就伫咧说好，少年的时阵拢抑个会倒转来看，看咧好，安尼甲伊摕出来。即马了较岁的时阵定拢奇怪，厝内底哪有一阵特别的香味
结果去甲看的时阵，超伟大伊啊！吼，有一届佫差点倒火。买酒的时阵哦，回娘家，今仔初二嘛吼，今日先回娘家。回娘家的时阵哦，阮牧师娘原来请阮姑仔来，来做伙伫遐开讲。伊就讲阮囝婿就出去，讲要出去一下。结果转来的时阵，伊就讲：爸爸，你去走脚看卖啊咧。哇，看到心情有够欢喜呢。我无像见机遐安尼吼，住好食好，佮困好，你知无？无，就敢若一台烤面包机，就话我爽过来讲，安尼听有无？对啊，换一台新的烤面包机吼。所以分享表明了某一种的关系。亲爱兄弟姊妹，咱今日看圣经内底，伫遮呢讲到第一项代志，讲至高的上帝甲敌人交伫你的手中，是应该学落的。亚伯兰就甲所得到的提出1/10来奉献，交互麦基洗德。即款的奉献，即款的分享，咱斟酌注意看。伊甲即个甲伊交出来的时阵，伊讲是爱学落、爱称颂的。圣经伫即个所在讲到奉献即部分，是伫迄个所在表明咱和上帝的关系。1/10第一届出现。是出现伫亚伯拉罕，甲伊对着上帝所领受的帮赞。伊领受啥物帮赞？伊的人生有困难，伊的人生有征战，伊的伊的孙仔去互人抢去，互人夺去，伊的一部分的产业伫迄个所在有损失。但是亚伯拉罕倚靠上帝，伊就出去，伊就征战。伊就将着遐个全部拢去夺倒转来，所以人生是有挑战的，人生是有人会来攻击的，人生是有人会来伤害咱的。但是这是人生真正常的状态，咱会拄到这会拄到迄咱做老师的，毋是古早的老师可能真有官病，即摆老师一日敢毋是敢若母囡仔尔。佮爱母家长，所以老师也拄到老师的问题，做生意的有做生意的问题。即马有人讲一句话，讲到这啥？顾客就是上帝。其实顾客怎么会是上帝呢？有人有个店吼，佮搭一张单出来，人工无够，要等你就等，唔等你就走，安尼知无？所以顾客不是上帝。你的物件卖好，你的顾客不是上帝。实际上，顾客嘛，不是上帝。所以在这当中，咱的人生拢会拄到无同款的问题。但是亚伯拉罕伊真知影这样代志，用我遮尔少的人去对付一个城市、一个邦国、一个城邦。但是我都将着这些产业，将着我的人，搁再一届夺倒转来。伊知影是出自上帝能力的帮赞，所以亚伯拉罕伊伫个时阵，将着伊所得到的提出1/10来摕互麦基洗德。麦基洗德是上帝的祭司，无起头无落尾。圣经出现的时阵，就是敢若伫迄个时阵接受亚伯拉罕的奉献。亲爱兄弟姊妹，这是何等一个大尊贵的恩典！圣经伫这个所在，甲咱提醒爱会记纪念耶和华咱的上帝，因为咱今仔日得到所有的一切，拢是啥？拢是对上帝所得到的。所以伊伫这个所在讲，伊是安怎安尼做呢？因为伊为着要遵守家己的信息可靠，过去伊怎样应允亚伯拉罕？你今仔日相信亚伯拉罕的上帝，上帝也安尼来祝福互你。因带你，加添互你伫患难中的力量，加添互你伫苦难的日子，犹原靠主大有能力。所以圣经也安尼甲咱提醒，对于安尼，咱就要用着财物，甲一切初熟的土产来尊荣耶和华。定定用一个感恩的心，甲上帝三甲同行，这是极重要的一项代志。就亲像你的后生查某囝，伊伫过年的时阵，可能敢若可能阮查某囝送我一个烤面包机，可能伊送你1000、2000、1万2万，无论安怎样，
当伊会晓安尼开始报答父母的亲恩的时阵，咱的心就会欢喜。同款这个道理，咱若开始会晓感谢上帝的时阵，迄就是咱对上帝所领受的恩典甲疼痛。财米的奉献，伊的意义是咧表明迄个关系，咱甲上帝的关系，咱甲咱后生查某囝的关系，咱甲咱朋友的关系，是因为上帝生互咱，所以咱才会晓得。咱才有能力将着这个来对上帝所得到来感谢上帝。亲爱兄弟姊妹，这是咱活命内底的一个根本，也是咱奉献的一个上界重要意义。伊是一个感恩的行动。咱若是对着圣经内底所看到亚伯拉罕伊所奉献的1/10是安尼行。但是对着世间内底，其实咱嘛真清楚，这个世界内底，咱敢毋是有一个观念，一个真明白的代志。咱得到什么人照顾，咱就甲什么人缴税，敢毋是呢？古早是安尼，即马嘛是安尼，是毋？最近的时阵这个国民党甲民进党为了预算的代志伫遐。甲打的时阵新闻嘛，抑个定定咧报这，总是伫这当中咱谈拄则所读的经文，其实伫古早的时阵，这个代志就伫迄个遐来发生。撒母耳对着这以色列百姓，迄个时阵的以色列百姓是事事咧甲伊照顾，咧甲因引带，咧带因敬拜上帝，耶和华上帝是因的上帝。事事基本上是判断代志，但无管辖因。因向上帝来献祭，上帝将着这个所领受的得到的尊荣来分享这个事事。总是呢，因伫这个时阵无爱听事事的话，因伫迄个所在讲一寡代志。以色列的长老来组织伫见撒母耳对伊讲：你年纪老迈啊，你的囝佫无行你的道。所以呢，即马求你为阮立一个王治理阮，亲像列国共款。亲爱兄弟姊妹，你斟酌亲像列国共款即句话，伫即段的经文，撒母耳记上8章40到22节，阮要亲像列国共款，即句话出现几落摆。所以因伫即个所在，就是安怎讲上帝啊，阮看袂到你。你互阮一个看会到的，所以伫迄个所在，上帝甲撒母耳讲，因讲的话，你着随在因吧，因为因毋是压起你，伊是压起我。所以上帝伫迄个所在甲伊讲啊，好，你安尼去，但是你爱甲伊讲，因的粮食甲因葡萄园所出的，因过去所得到的是10%。过去的时阵，因的奉献是一个感恩的行动，因为因得到上帝的照顾。但是因即摆无爱得上帝的照顾，因就伫个所在讲，我要亲像列国共款。因亲像列国共款的时阵咱若去斟酌注意看，咱看伫第8章的20节讲，互阮亲像列国共款，有王来治理阮，引带阮，为阮征战。亲爱兄弟姊妹，咱若斟酌看以色列百姓所有一切行动，因一直立国到伫如今到伫士师的时代内底，啥物人为因征战？上帝为因征战。每一届伫战争的时阵，因的人遐尼少，就亲像底破裂伫迄个时阵咧烧战的时阵，人少，但是上帝对安怎？对天顶落雨。上帝对天顶降落冰雹，来攻破受敌非利士人。上帝为因征战，出埃及的时阵，上帝为因征战；伫迦南地的时阵，上帝为因征战。因进入到伫迦南地的时阵，来到伫耶利哥城，上帝为因征战。对头到落尾，拢是上帝为因征战。因即马讲，毋免啊，上帝你毋免。
阮即马要爱一个王为阮征战。你斟酌王敢会为因征战？王袂为因征战，但是王也无为因征战的时阵，因王会大声做啥？伫这个所在吼上帝甲因讲：你斟酌看恁的王，你斟酌看列国，这个所在安怎样呢？上帝甲因讲，对着第11节讲。管辖恁的王安尼行，伊会派恁的囝替官车、替对马走伫头前，讲闪开闪开，王来啊王来！又搁派做千夫长、50夫长伫迄个所在为伊种田收割庄稼，拍造军器甲车顶的器械，并且啥？甲你的查某囝摕去做宫女，去做女婢，甲恁兜的葡萄园啥物全部拢摕去1/10。逐项大大细细，亲爱兄弟姊妹，咱若是丰收的时阵，无要紧。好，你看这样葡萄，这大川的葡萄啦，足水的，足好食。看这喙暖一直滴落来，你若丰收的时阵甲你收1/10无要紧呢。丰收的时阵收1/10无要紧，但是这咧，只有这爱哭无目屎的葡萄园啊，这毋是么么大的葡萄园啊。这款的爱哭无目屎，你看这葡萄伊这着黄叶病，伊这一片叶啊，若是着病，是伊的根开始烂去，了叶啊无法度这个根无搁再发度吸营养，了一直团，了到尾这叶啊会臭会打去，葡萄就是已经结籽的伊原来开始倒球，球到尾手的时阵迄葡萄亲像去火烘过共款。变葡萄干会水这个干甲迄个干无啥相像，安尼就是啦。所以真可怜啊，对。咱若是讲有，毋着无要紧，但是无了伊将着咱的产业，咱的收成摕去1/10，毋若敢若是安尼呢？你搁另外一部分啥？你的羊群你有10只羊啊，伊就甲你收1只；100只羊啊，伊就甲你收10只，这叫做缴税。讲啥？因为你受我照顾啊，其实真正敢有伊照顾，无一定。伊其实是啥？伊带因嘛，对无？结果伊带因的时阵，其实嘛共款一个。过去耶和华上帝甲因讲，即嘛是变做一个王甲因讲安尼尔。修正嘛是共款爱修正啊。敢讲吼，这个王替你去修正，毋是呢？这个王嘛是带恁去修正。过去耶和华上帝带你修正，你就无爱。耶和华带咱修正的时阵，咱就去哩。咱靠主上帝大能力，上帝对天顶降落冰雹，上帝对着天顶落雨，互遐非利士人的这个战车这个马车无法度走，落伫落谷糜内底。上帝用超自然的气力为你征战，你就无爱，你就讲无爱，阮爱有一个看会到的王。你王若着上重钱，安尼要安怎？对吧？了，因就讲无啊，你莫讲遐，我就是要爱一个王，要看会到的王。葡萄园收成摕1/10去，咱饲的牛甲羊嘛摕1/10去。咱的后生查某囝毋是摕1/10呢。我会讲，你就是生做伤水都是一种罪过，你敢知？经入去王宫内底，敢会经迄落敢会经迄落，今年迄叫做如花通常袂嘛，经入去王宫内底，敢会经许孝顺？通常嘛袂嘛。许孝顺是个会晓开讲，如安个好笑过但是基本上袂经迄嘛。你听我的意思吗？而且你敢有10个后生查某囝？圣经内底生10个后生查某囝嘛无几岁呢？迄毋是1/10呢，迄可能是1/3，可能是1/2呢，一半呢。无定着是啥？是全部。所以咱会通看到这个代志，但是伊安那讲遮真清楚啊，使用者付费啊。上个你要叫我做王，上个你要叫我做王，所以咱会通看到这。今仔日咱台南市咱都系台南市。最近我看一篇文章伊讲咱即摆看是安怎遐济机器人有真济。即摆做甲含真诶人足成诶，但咱爱缴诶税并无减少，并且咱诶基础建设相对诶品质嘛无比以前搁较好呢。
咱的基础建设有比以前更较侪，但是品质敢有比以前更较好？无。最近的时阵，你看哦，咱这厝尾顶有无吼？哦，这已经安尼倒立起来，关落来啊！这哦，这吼，你看这吼，这哦，若开始有的时阵哦，你若坐伫遐的时阵哦，你就会看到迄个灰尘安尼流啊，一直扬落来，就是老化啦。所以咱请吼俊义哥吼帮咱设计，帮咱处理。大概的时阵哦，过年后吼，咱后礼拜开会会搁继续讨论这个代志，要安怎处理这个代志。俊义哥吼真用心甲咱斗相共。我甲你讲一个代志哦，就是俊义哥伫迄个时阵哦，你问，即摆咱这电话有无？这电话大细粒这电话。俊义哥就问迄厂商讲哦，厂商哦，甲伊问伊就问迄个厂商啊，甲伊问啦吼，问讲咱咧电话哦，即摆敢有迄落有法度当7年10年诶？人个吼厂商嘛，足老实甲伊回答呢，无啦，古早有啦，即摆若有法度当3年5年哦，算介济啊，安尼听有无？安尼。我咧讲的就是这这啥？基础建设比以前较侪，但是品质敢有比以前较好？无。哦，所以迄进前吼，咱迄即马烟波遐无吼，烟波迄个所在遐，古早迄是日本宿舍嘛。哦迄阵仔的时阵哦，咱教会抑阁有一条这啥？县长兄迄阵仔咧做所长的时阵迄个家乐的所长的时阵。了，伊住伫个所在，了，因遐要改建嘛。你知影迄冒工的人哦，甲迄围墙哦要敲掉的时阵哦，敲掉的时哦，伊讲哦，啥咧撞的闸啊哦，对闸啊，谢谢，迄闸啊吼，讲弄断一支去啦。迄闸啊吼，佮用弄个断去啦。了的时阵哦，迄墙啊，伊讲哦。迄原本哦，应该吼是1礼拜的工做会了，但是原本是3工，迄墙啊敲会了，结果敲1礼拜。讲啥？了去走去甲县长遐讲我要毛你即工了钱，是安怎？因为做非常的坚固。咱即摆墙啊敲者安怎？你用人家演倒用，我是讲了有较含啦吼。我要甲你讲的吼，就是安怎品质差足济。咱缴的税比以前较济哦，但是咱相对的基础建设的品质无较好。公职人员除了老师以外吼，却愈来愈济，你有感觉无？老师即摆是愈来愈少，即摆嘛是安啦。但是即摆就是讲，所以有一个人吼，因着安尼心肝讲AI 遐厉害，是安怎政府部门卖发 AI 政府，还是用 AI 来印达款的文件？就咱即摆印的户口成本啊。就爱有一个人伫迄个所在甲你印，咱全部的资料拢怎啊？咱的相嘛伫遐，咱的指纹嘛伫遐，档拢总伫遐，对无？是安怎政府无爱甲这个人吼，政府人员甲伊裁撤掉，嘛免2个副市长，1个副市长就好啊，嘛免遐侪议员啊，你若要办啥物迄落，咱即下着视网膜爱检查，手爱检查，面爱检查，档拢总有，着拢甲咱用了咱是安怎无爱用一个 AI 就好啊？一日干吼舞弄遐，咧抢咱的工课，政府的人员遐尼济，所以呢，这啥，伊就讲无咱来发展 AI 政府，安尼就好啊。我要讲的就是讲其实对头到落尾拢安怎，咱爱饲政府啦，你听无？咱爱饲政府啊，敢毋是啊？咱一定爱饲政府的啊。亲爱兄弟姊妹，我毋是咧经体唔好，我是要甲你讲一个代志，讲一个事实：使用者付费。但是咱的使用者付费，敢真正有影甲遐尼啊水、遐尼啊好？这一点是值得咱考虑的。我毋是反政府哦，圣经嘛讲咱爱会记哩为政府祈祷，咱爱守护咱的政府，互因有智慧、有聪明、有真正。良心来治理百姓，若甲无，咱的政府到落尾就会变做咱咧缴税干饲，安尼毋是一个好的代志。所以伫这个所在，你甲看讲
我讲这个代志，毋是这个你看哦，我毋是凊彩互白批评的，这是伫政府内底吼所看的。台南市市议员一年内底，咱互伊偌济的薪水？这是议长啦吼，这是市议员，吼，伊一月只53000，了后的时阵吼，主管加级吼，了后，搁有这个什物职务啦吼，补贴啦，什物等等，伊一年当内底啦吼，一年内底大概会当领553万，哦，我差不多爱领6000年。哦，人一年就处理好啊。伊处理的代志，我感觉嘛，改成无比我较济呢。我爱处理100-200个人的代志呢，嘛是差不多处理100人的代志啊。我拢无甲你讲这，我要甲你讲的一项代志，就是讲，咱事实上有一大部分的税金是走去伫遐，但是伫这个所在，你会通看见一项代志，圣经讲啥？迄个王会管辖因会付出真济，但是迄就是一个关系的存在。总是咱爱斟酌，圣经伫遮呢，甲咱讲，对着咱提醒，既然敢若是安尼的时阵，咱毋是敢若活伫这个世界，咱是台南市的市民，咱是台湾国民。咱必须要了解一项代志，咱是咱国家的国民的时阵，咱爱遵守伊的法度，但是咱爱为着这个国家付出时间来祈祷，为着这个城市付出时间来祈祷，这款的付出就是一种奉献，这款的付出就是一种奉献。咱若是会晓得为国家来祈祷，为着咱的城市来祈祷，为着这执政人员来祈祷，咱才有法度安居乐业。若甲无人的心思意念歪错去，亲像这以色列人共款，亲像这以色列王共款的时阵，到尾手就是这人因领受俸禄。但是因并无做出相对的工，伊也无伫这个所在为着百姓多无上介大的福祉。愿上帝互咱会通明白这样代志。对安尼罗马书12章伫迄个所在，甲咱讲，咱的活命需要奉献予上帝。即款活命全人的奉献，咱伫即个有缴税来予政府路用。但是咱未必是伊即个政府无一定是公义，甚至真有可能政府是操控咱的。即马真济，你若看男女吼，即马还搁咧为武算伫迄个所在咧烧钱的时阵，伫遐同齐咧烧钱的时阵，你看民视的，甲看中视的，伊新闻敢会共款？绝对无共款嘛。所以，咱有斟酌到无？其实所有的媒体内底，拢是干那要互咱知影，伊要互咱知的。你敢听我意思？所有的媒体，其实拢是干那要互咱知影，伊想要互咱知的尔。所以，这是咱爱斟酌细致的一项代志。但是，咱对着政府都遐尔啊重心，但是对着拥有咱的上帝，咱却是安怎充满真济不满啊！对上帝也无爱解插，甚至有的时阵上帝讲安尼，敢真正是安尼？咱会犹豫。总是某一方面来讲，咱也斟酌这是某一个人伊伫迄个所在讲一个代志，讲伊讲了真极端啦讲。咱敢会是摕到上帝的财物，摕到天顶上帝的财物，了后咱伫地面上来饲属地的小山，但是咱确实毋知。这句话是讲了非常的极端，但是伊有几分真理伫其中。咱对上帝领受，但是咱甲上帝袂记哩，了后咱敢若做咱家己爱做的代志。这是一个非常可笑的情景，所以你看，咱所供养的政府制定法案了后，逐个月
摕悬的薪水，逐个月摕悬额的补助，但是伊无一定信息，无一定公义。伊对着咱予取予求，但是供应咱的上帝，伊供应咱空气、日头、水，伊赏赐稳定典章，叫咱爱安怎样行，咱会得到活命的保护。咱若行上帝的话，咱的家庭就会和乐。若大家人遵守上帝的话语，伊的生活就会换错去，人就会得到真正的平安。上帝尊留咱的性命，伊无今仔日教我做一项毋对，政府会甲我判刑，但是我做一项毋对，上帝会甲我赦免。咱对，确实咱对不满，咱伫遐摇疑伊。有的时阵咱嘛伫迄个所在讲拢嘛是我基督徒到落尾有的时阵若做代志做到某一个程度的时阵一切拢是上帝的旨意，足无奈的上帝的旨意。但是其实啥是家己伫遐呢做了无好势，啉酒啦啉酒熬夜毋好好困了的时阵拍走，了得肝病，得肝病的时阵伫病院内面。了请牧师去甲伊祈祷，祈祷了的时阵医生讲这无法度，甲祈祷甲无偌久的时阵，结果牧师去甲伊祈祷，迄一天阴暗就过身去了伊就讲牧师祈祷无效啦，上帝无怜悯啦，这叫做啥？这叫做背黑锅，晓得无？食酒食遐济，冻眠毋困，逐工安尼晨昏颠倒。了后，咱甲代志责任拢刷挂去伫上帝的身上，这是咱爱斟酌的。所以咱伫咱的活命内底，要阁讲的有真多。总是圣经伫这个所在对着咱提醒，毋是敢若1/10尔。有人对着1/10，有一寡的谣言。上帝对因讲：恁法利赛人有好了，因为遐恁将着薄荷、茴香献上10%，但是公义甲听上帝的代志，颠倒无咧行。咱爱注意斟酌这个代志，这个代志内面互咱看见。圣经讲这原本是恁爱定，但是迄嘛是袂当无行。咱斟酌甲这段经文来甲对照一下时，你会看到圣经伫遮讲啥？薄荷、茴香1/10是安怎？爱奉献的迄嘛是袂当无行的。所以咱若搁甲伊斟酌看的时阵，即两项代志，公义的代志恁无行，但是这是原本爱行的。茴香甲同样的菜色，所有的尊荣爱奉献给上帝，这是啥？这人袂当无的所以两项代志拢爱做。总是咱伫这当中看见袂当无行的是啥？1/10。所以来到伫新约的时代内底，敢讲上帝就对咱讲1/10毋免奉献吗？这是出自对上帝的误解，敢毋是？咱的义女也感觉讲，咱的钱拢要对倒位去？这是两间真水的礼拜堂，这间或者东门圣教会，这间或者水拿基督长老教会。建堂需要用到经费，了这摊拄则甲讲你若出去外口看的时阵咱的条这条开始会落漆这拢准备爱去修补，但是咱一年一年计划渐渐修补这就摊拄我讲咱这厝尾顶这个所在遮落落来了后咱教会内底有福音事工住棚咖啡内底祝福了真侪人。总是伫即款的祝福内底，咱嘛爱真斟酌一项代志咖啡安怎？咖啡袂家己走来呢？是有真侪兄弟姊妹同齐做伙奉献，咱毋只有遐侪咖啡通好啉。真侪兄弟姊妹摕遮个物件做伙来分享，无干那啉一杯苦苦的咖啡所以其实福音事工有真侪，人来人去的时阵爱交代爱有逐样的辈分，各样的事工。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圣经另外佫一个就是供养着教会目前当中因的需要。上帝毋是顾念牛，上帝是顾念工人。圣经伫这个所在讲，
工人得到工价是应该的。当然，一部分讲的，上帝通过兄弟姊妹的奉献来祝福牧职同工。顶礼拜牧师也有甲各位讲过，总是咱爱会记得，迄款的奉献是咱奉献予上帝，上帝来养赐牧职人员。上面身为牧职人员，爱定定感谢上帝，也爱感谢兄弟姊妹，因为有兄弟姊妹遵守上帝的话语，所以牧职人员也因为安尼得到祝福、稳定甲疼痛。这两下，伊是同齐发生的代志，所以身为牧职人员的我嘛定定感谢主，并且为着兄弟姊妹在这当中的祝福来感谢。顶礼拜的时阵我到散会了的时阵，我出去伫外口。咱有一位姊妹，伊就伫迄个所在甲我讲，牧师，你月中的时阵要去缅甸，所以伊就摕一笔钱甲牧师讲，牧师只互你用，为着遐个教会神学院来奉献。亲爱兄弟姊妹，因为你的关心，你的疼惜，所以上帝伫迄个所在来祝福福音的事工。透过宣教师，透过宣教培训的行动，也祝福了真侪人。今仔日你斟酌看，后礼拜的时阵2月初9日周报第5面第1条消息报告内底，2月初9主日崇拜。那么呢，东门圣教会杨维新宣教师要来到咱教会募款，伊要前往回教的国家，伫迄个所在侍奉。伫回教的国家侍奉是非常挑战的，伫因的生活环境内底也会有真侪的危险。所以后礼拜的时阵，望咱会当三甲做伙，秉持着对福音的热诚，因为你所奉献的，圣经带着一个应允讲，伫头前战争的得到偌济，伫背后支持照顾的也犹原得到偌济。这是上帝借着大笔所立定的原则，所以在咱的活命内底，咱会通领受这祝福。圣经伫这个所在对着咱提醒，今仔日服侍的人员因对上帝领受恩典，咱也得伫当中殷勤照着主所吩咐咱的，安尼同齐做伙来关心福音事工，来关心各样的奉献。那么1/10是上帝所应允其中一个上界低的标准。1/10伊是低标，伊毋是高标。那甲上帝恩典三甲做伙来比拼的时阵，那么1/10伊就是60分。那么高标，咱若是甲伊讲伊是100分，但是甲上帝比起来，甲上帝所赏赐予咱的恩典，咱敢会记哩？咱会喘气。咱会讲话，咱会笑，咱会当出去游山玩水，是上帝甲大海、天、树木设备互伊好势。咱出去，咱若去公园，咱若是爬山，可能爱有油钱，爱有这，爱有迄。但是迄个山伫遐，互你爬，上帝敢有甲你摕设备费？无嘛，对无？溪水的流，上帝敢有甲咱收游泳池的水的钱？无嘛？咱伫遮呼吸大喘气伫遮。牧师定咧讲的，迄一届的时阵，一个人去迄个病院，干那一罐送水就8000块啊，细罐仔尔呢，毋是介大罐呢。上帝互咱遮济，所以甲上帝恩典比拼起来，实在讲1/10是干那咧表明。迄个关系，表明迄个关系。上帝毋是讲咱奉献几万，上帝是用比例来看，趁济。但是我若1月日趁1万块，安尼你1月日趁100块，那么你的10块银就等于我的1000块。你听我的意思是
比例的原则，毋是数量的关键。哦，这是上帝的原则。哦，牧师甲各位讲，这张哦，你有看这哦，这叫做廖伟立生，嘿。我甲这个用起来吼，我毋是要甲你乒乓啥物货，我是要甲你讲，我有照起工咧奉献。牧师摕到教会互伊的舍礼，但是圣经讲啥？利未人对上帝摕到，伊嘛爱伫迄个所在照安尼奉献。我这毋是，这个毋是正面，这毋是倒面呢。我这是啥？我是两下。因为我是一个国语堂奉献，我是一个台语堂奉献。我要甲各位讲的是讲，我也甲你同款，同齐咧尊敬上帝的话。求主帮助咱，互咱通明白。啊，这是我伫新闻顶所看到的一个代志。啊，我毋知你看到这个人吼，写11有无？啊，伊是啥呢？伊写11奉献禁价捐献有无？因就是将着因兜的钱摕出来，伊即个人吼，伊做一个代志，伊若是领到钱的时阵，伊就大声甲薪水的1/10摕起来放伫奉献袋仔内底。了，因兜佫有实行禁食祈祷，因若禁食的时阵，因佫甲啥？禁食迄一顿的钱，佫甲伊放伫即内底奉献互教会。即个人住伫高雄，因1月日。5年前的时阵，伊就领5万啦吼。但是哦，因太太是家庭主妇，5万的薪水，毋若干那哦，甲一家口饲互伊活起来，佮存欠钱啦，买70平的厝，每一个月的1/10奉献互教会。哦，我感觉不只是真大的心热。5年前5万块，一家口饲9个人呢。哦，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我相信这样代志，为主奉献的确无欠缺，一直诚心的奉献，上帝一定悦纳。哦，这我会甲迄个放伫顶悬，你若会当我会甲伊放伫咱的网络顶悬，咱的公告啦、影片会放起哩。你若有兴趣的时候，家己去看全部的影片，哦，大概5分钟左右。所以上帝伫迄个所在讲，伊伫遐个所在，亚伯拉罕。伊将着所得的10分献予上帝。第2届出现1/10，这一届是战争战赢，第2届是下愿。所以这2届头前的2届内底，创世纪出现对圣经内底上大声出现的2届，就是奉献1/10，伊是一个甲上帝的见证，迄个关系的联系。有个人讲1/10是旧约，毋是新约时代。谭拄我已经甲各位解说过啊。主耶稣讲啥？这是爱做，迄嘛是袂当欠缺的。这个话是对，但是是安怎样对？是理解对，还是我感觉家己对呢？1/10是我无愿意奉献1/10，还是我愿意奉献10%？咱上路尾看到罗马人书。12章1节讲，所以兄弟啊，我用上帝的慈悲劝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上帝所欢喜的。安尼侍奉是安怎？理所当然啊！所以咱会了解这个代志。伫这当中，上帝亲自施恩，甲咱三角徛起。所以伫这个代志内面，咱怎样甲上帝三角做伙，建立迄个美好的关系？通过这个关系的建立，咱表明咱是上帝后生查某囝。其实咱的人生爱定定咧想，咱是对上帝行，也是咧互金钱主宰咱的人生。对上帝行，上帝逐样的财米，地上的甘露，天顶的丰盛，加添互咱。但是咱若是受限制的钱，无尽心对上帝来行，咱就会拔骹拔手。我毋是讲咱逐项代志拢黑白开，毋是。我的意思是讲，咱需要真清楚知影怎样甲上帝三角同行。旧约是1/10，但是新约毋是1/10，是10%。如果一个人1/10，伊都毋甘奉献，安尼要讲。旧约是10%，新约
就毋免去遵守十分之一。安尼就爱真清楚，咱即个想法是安怎想的。所以求主保守咱。圣经讲，将咱的全部奉献给上帝。心的稳定是相对上更较悬的付出。当咱会晓甲家己完全献给主，咱就会当对上帝遐收取完全的稳定。古早人讲啊，这句话是讲哦，要安怎收割，大先安怎样栽种。但是其实这句话是出自美国哲学家爱默生所讲的。你伫什么代志顶面做？你做什么代志？你练习什么代志？你行什么代志？你就伫迄个顶悬内底安怎有管理、有能力、有话语权。今仔日牧师若是无奉献，我来讲你爱奉献，安我就是一个讲白贼的人。我讲的话就没有 power， 哦，就袂挂 power。但是上帝伊讲的话是伊家己安尼做，所以咱若是领袖，就会带出迄个荣耀甲权力。人开钱的态度，甲用钱的位置，见证了伊生命的格局，甲伊的心思。我甲钱开伫倒位，就表明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你看吼，有的人吼衫拢凊彩穿，但是吼伊食足好呢，你敢知？你看有的人吼，伊吼就是食馒头，无就食路边摊，但是伊衫怎？穿甲足水呢！中国大陆哦，最近的时阵流行一个名词，或者精致穷。什么有这精致穷呢？精致穷哦，就是我穿Chanel的、歹裤子的，了后是什破链哦，佮有啥挂裤衩的，还是反正伊就是安尼哦，用甲非常非常的水就对啊。但是等于甲因兜呢，啥拢总无。安尼有这精致穷啊！就反正我甲一个月钱拢开互伊了安尼，开互伊打哦，甲家己哦打扮互伊真光鲜，看起来哦袂输我是贵妇级的，但是哦实际上落地安怎地蹦子啊，落地地蹦子，这有这精致穷啊！哦，所以你的钱开伫倒位哦，就见证咱是怎样的一个人哦，所以咱斟酌注意。圣经伫这个所在，甲咱讲，咱的财物要有好的规划，对上帝要有信心的行动。奉献是谦卑地回应上帝的疼痛，迄是奉献的意义。因为上帝保守咱德性，因带咱，也听咱下愿的声音。如果咱爱甲政府缴税，是咱感觉政府为咱做啥物货？安尼上帝为咱做遐济。咱并且伊所做的是期待咱有听的回应，咱就期待咱的后生查某囝会晓听咱，安尼咱敢会当原来加一寡心思意念来听咱的主，咱的上帝。上帝所期待的，毋是一个律法的行动，是一个听的回应。互咱伫财物的规划。甲咱的信心顶面，用着上帝所应允的话语去行，互咱伫2025年，咱会通对上帝领受迄个更较大的信心，并且要经历迄个更较大的稳定。迄个稳定是咱的活命，伫上界卑微的所在，会显出上帝上界大的荣光。伫财物的顶面，用上帝的真理来。巩固咱的根基，通互咱伫活命当中，也当用着财物来服侍咱的主、咱的上帝，来祝福咱的兄弟姊妹，互宣教的事工，借着你伫经济上对上帝的回应，甲伊的同工，会通经历上帝的丰富。三甲码头来祈祷。
主你的疼甲阮同在，使阮伫阮的内面。主阮伫即时，恳求你搁再一届帮助阮，互阮谨记奉献的意义，互阮会晓得回应上帝你的疼，互阮用阮活命来甲主你同行，通过安尼会通有一个上水活命的见证，诚侪芳芳的祭，诚侪奉献予上帝主你所欢喜的业力。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毋知有新来兄弟姊妹来无？是无？安尼咱即时三甲做伙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咱同齐起立来吟唱诗歌。主求你感动，阮虔诚奉献，阮满心感谢你叫大恩典，但求你赐福，你所听囝你享受你慈爱，永远无离。主求你感动，阮虔诚奉献，阮满心感谢你极大恩典，但求你赐福，你所听囝你享受你慈爱，永远无离。主求你感动，阮虔诚奉献，阮满心感谢你极大恩典，但求你赐福，你所听囝你享受你慈爱，永远无离。主求你感动，阮虔诚奉献，阮满心感谢你极大恩典，但求你赐福，你所听囝你享受你慈爱，永远无离。主求你感动，阮虔诚奉献，阮满心感谢你极大恩典，但求你赐福，你所听囝你享受你慈爱，永远无离。愿全能的主上帝，因为你今日伫伊面前所存良善的心思甲意念，回应伊的听痛，照着伊所应允的，全然成就一切丰盛、稳定、权能、平安、祝福甲听痛，伫你甲你的家。并且将得天顶各样属灵的福气，地上新酒油甲甘露，并手中心内所经营的一切，伫圣灵的引带内面，全然成圣，看见上帝各样的恩典，丰丰富富、充充足足，成就伫你甲你的家庭内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今日咱第二堂就到这，告一段落。上帝赐福，大家平安。